当心乌罗天白。181首，当心乌罗天白。538首，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虽然在世界流转的天，最上的好事，我心欢喜。求主用保护使我清洁，把我爱保佑一粒恶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最后一首主差遣我，请献归403首，咱请牧师。这首吼，一开始有3摆的主差遣我，第1摆是牧师唱，第2摆开始就是咱会友唱，安尼知无？主差遣我，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救你差遣我，差遣我，主因作我，主因作我，上帝救你因作我，主充满我，主充满我。深深救你，将我的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奉主性命打出去。好，感谢牧师。喂。咱备办心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真欢喜，搁一摆伫主所定着的日子，甲咱相拄。咱向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主的确使咱平安。主的确使咱平安。摩西因为信来过红海，约书亚因为信来过约旦河，咱嘛要因为信来得胜，来得到上帝恩典满满。得胜的宣告，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我们的主。星星看见有乃与你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
甩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们要宣告，我们是属主的子民，我们必靠主得胜有余。哈利路亚！我们是属基督的教会，他必在我们当中掌权。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
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倒开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做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主啊，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天国。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那三位一体荣耀的上帝。阿门，哈利路亚。归给神。赐平安的主，不管阮伫倒落，是伫早起还是伫暗时，有你伫阮的中间，阮就有满满的平安。雅起的听听小小心，为留哥哥交给你。大树的风微微，听着受伤的音是，上帝手赐的平安眠。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用免惊什么。虽拄着风台天，以后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高，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底，因为咱为我有稳定甲阻碍，当我三做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也起的天顶小小心，为牛更更交给你。大树的风微微，听着受伤的音是，上帝手赐的平安眠。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袂惊什么。虽拄着风台天，以后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高，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底，
因为来安慰我，无恩典甲阻碍，当我遭罪过，无平安对我只是乐。我归心所过，也无惊灾害，伊会教我的地，因为来安慰我，有恩典甲阻碍，当我遭罪过，有平安对我只是乐。有平安对我只是乐。主啊，阮需要你的平安，阮需要你的快乐。主啊，阮本是软弱不堪的细囝，阮常常拄着困难，拄着病痛，阮就倒退，阮就埋怨，阮就惊吓。总是主啊，你用你完全的疼来疼阮，你的恩典白白赏赐予阮，赦阮的罪过。主啊，你予阮安尼不堪的细囝就真做义，对担我们宣告，我靠你，阮就得胜有存。我靠你，阮就得平静安稳。求主你的疼甲平安，临到阮，临到所有丧乡、战争、饥荒的所在，临到遐心中有惊吓的人，互见若听见主你福音的人，拢悔改归向你。阿门。主啊，阮将一切感谢拢献予你。伫礼拜的大时，阮献上阮的敬拜甲学乐，求主你来接纳，阮将一切荣光归予你。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阿门。阮将一切荣光归予咱的主，感谢主恩典的主。兄弟姊妹，请坐。全座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也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请拍开新圣诗第181首，请起立吟全首。
心无落天边，主人因我上帝，听通怜悯无穷无尽，我天顶地，无落耶稣尊名，上帝独生的行，公路结果上人做我，替人放下性命，无落上帝圣事，愿因感化万民，为天降临咸人的心，互咱解救换心，无落三位一体，白行圣神上帝，至尊至大万物主宰，互落到万万世。请坐。请兄弟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主，赏赐阮大大的恩典，互阮会使甲所有的众兄弟组织伫你的圣殿来感谢主，来学乐主。主，阮有真侪可能伫生活中拄着的困难，或者是有侪逼迫的代志，或者是兄弟当中也有辛苦病痛，也有拄着真侪大大的困难。恳求主，你的恩典甲祝福，拢会使加倍祝福伫在座所有众兄弟的身上，写到因心内的挂碍，拄起每一个人身体的艰苦病痛，愿主你的恩典临到阮每一个人，感谢主，愿主你的祝福保守着即个岛屿，你所听的即个岛屿，互即个岛屿所生活的人，大家拢会使自由快乐伫即个岛屿生活。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心属愿平安。阿门。煞接，咱来启应，请拍开神圣诗启应文第后壁面第55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应。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得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造，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恁哪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毋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繁华的时，
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地我，明仔载，互人煦落火炉。伊减袂过，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声一日的艰苦一日长。接着，咱要请信歌队来为咱献诗。
请兄弟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诗篇第126篇第1节到第6节。耶和华带遐受掠的人倒转来释安。迄时咱亲像眠梦，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咱的嘴出大欢喜的声。外梦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因行大事，耶和华有为咱行大事，咱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互阮受掠的人倒转，亲像南方的溪水阁流，流目屎也静止的，要出欢喜的声收割。迄个流目屎带静止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筹码欢欢喜喜转来。以上。接着，咱要请牧师来为咱讲道。牧师今仔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生活态度，甲常常喜乐。咱请陈牧师。姊妹大家平安。咱个一摆下头来祈祷。彼别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会同在，你会引带，互阮会当常常伫你面前来欢喜快乐。虽然这个世间亲像好狮要吞食阮，阮拄着患难，拄着苦痛，总是上帝你的恩典教也阮用。你嘛用你的话来劝勉阮，就行出基督的款式。虽然伫困苦患难中，依然着欢欢喜喜。阮知这是一个功课，是一个学习。虽然阮知影用阮的气力检测做袂到，总是阮倚靠主。阮就的确会达到这个境界甲目标。求主赐福，伫今仔日阮对上帝的话，要得到最学习。通过阮的含慢，阮的有限，总是上帝你的无限，甲你的充满，会点伫阮每一个囡仔听你的话来行的人。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来求，阿门。大家平安。2礼拜无见面，就感觉真久吼，会少年咱啦吼。最近好无？哦，好，也是真好。哦，有人袂歹啦吼，袂歹，搁一礼拜啊吼。最近，要哪讲，就是讲，咱拄则唱着平安的7个暝，有无？昨昏就是旧历的7月初1啦，吼。嘿，咱今年是闰月6月过2摆，旧历6月过2摆，吼，所以今年会感觉较长啦，吼。嘿，中秋就较慢到啊，吼。这个农民历嘛，真准啊，吼。实在是古早人的智慧吼，因为咱有一年来，比如2月有28嘛吼，毋过有当有一年若闰月就29安尼吼，毋知哪累积个，迄专家才知影啦吼。好，所以不管怎样，咱每一天咧过的日子，吼，拢是上帝在定着，不管是出日还是落雨，特别咱最近今年。台湾南部、中部落真大的雨，造成真大的灾害啦吼。
咱北部较无感觉着吼，毋过伫下港伫中部有感受到迄种的灾害啦吼。我以前囡仔是捌拄着8、7水灾，迄阵感觉真好耍。阮兜拢淹水吼，啊头前个路拢变做溪啊，阮搁伫遐凹纸船，用纸去凹个船啊，搁伫遐耍安尼吼，还耍啊偌欢喜咧吼。我家前面有条河，有小溪安尼，毋知讲迄就是水灾啦吼。做囡仔就是遮尔天真啦吼。后来今仔日咱要来讲基督徒的生活态度。拢总4讲吼，因为顶回是7月初6，恁敢还会记得我讲啥物？袂记得啦，啊，迄若会记算天才儿童，好，咱搁来复习一下吼。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好无？咱拿圣经先来看吼。伫新约，这就是我搁来刷落去吼，拢会讲的所在吼。235面新约圣经，咱用圣经会当先来看。对15节咱读到18节，安好无？来，谨慎有显着袂？好，235页，咱台语和日本的圣经吼。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到18节吼，来。谨慎，无得用歹报歹，若是大家三款待，也是款待正人，就常常对入迄个好。哦，那国语的圣经叫做追求良善。哦，来，就常常欢喜，就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好。这几节，咱来当尽量甲伊背起来，好唔好？后壁迄几个拢较简单啦吼，所以简单讲就是有4项，对入迄个好，就是追求良善；第2项，着常常欢喜；第3，着祈祷无煞，加一个着哦吼。过来第4项，着凡事感谢啦吼。好。所以咱今仔日要来讲第2讲，吼第1讲讲培养迄个追求迄个良善，吼，咱要有良善的倒变叫善良啦，有无？什么叫做善良？最近敢若有咧播一出电视剧，讲我们不够善良，好无？哦，就是讲咱拢有良善的心啦，毋过就是无够善良啦。哦，所以善良就是好嘛。你是好人啊，歹人？可以讲好人哦，安袂歹，表示还佫有愿望吼。这个社会是好还是歹？咱有一句话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甲什么款人做伙，对安那？受影响，真正。教会嘛共款，咱爱追求迄个，伊即头前对入迄个好，就是追求良善啦。哦，人对咱歹，咱爱安那？用歹报歹吗？则是讲无得安那用歹报歹，就爱安那？以善报恶，用好来报歹啦。安尼好无？哦，所以这是咱爱认真追求甲建立吼。那第2项就是咱今仔要讲的，叫常常欢喜。国语是讲要怎么样？常常喜乐。台语叫做欢喜啦，喜乐还是欢喜？咱就常常喜乐，就是表示什么？咱无可能。永远每一分每一秒拢是喜乐的啦，有无？你看安尼，定定欢头喜面。有当咱看到这人讲你今仔是安怎？咱安尼面相无啥好，
面臭臭。以前阮妈妈拢甲阮教一项，讲吼，咱做人啊吼，你若咧受气的时候，有人客来，还厝边伊来咱兜，你要马上变面，毋是变歹面哦，变欢喜的面、笑面，哈，无人会扫到你风台尾。了做讲伊欠你偌济钱呢，吼，对不对？哎，马上变脸啦。哦，咱来变欢喜的面安尼啦，这无简单呢，这叫做修养啦，哦。所以咱知影讲，咱难免有忧愁、有看路的时阵，毋过咱圣经甲咱教讲，咱着安那常常欢喜啦，对无？好，来，喜乐，伊的原文就是希腊文，真趣味，哦。这是用发音的啦吼，伊希腊文是我无甲写出来吼，啊做快乐，咱讲一遍来，快乐，甲咱台语快乐有无共无？是伊学咱啊，咱学因呢？啊知？再问叶长老，台语专家，好呢吼，所以有相通啦吼，较像样呢，哦，比如讲。以前我敢若讲倒摆讲过哦，入韩国人讲安尼好势哦，有无？我甲一个韩国牧师讲，你这学阮台语的，伊讲哪有可能？我解释互你看，安尼你好势无？安尼，毋是学咱的，安尼好势哦，有无？介共啊吼，感谢哈密达，感谢，有无？是的哈密达，侬记得哈密达安尼吼，是的啊。哦，因为甲咱讲共款的啊，敢毋是呢？所以语言有当足共款的真济啦吼，所以就快乐甲咱台语啊快乐音正共啦。我当时想想，快乐甲喜乐差别伫倒位？啉酒有快乐无？无啦，遐侪人要啉酒，毋过暂时的啦。去 KTV 唱歌快乐无？有哦，有真侪爱去 KTV 哦，唱卡拉 OK 无？你安啉酒那唱歌，一时的快乐啦，结果咧出来嘛是感觉艰苦，对不对？嘛是忧愁，所以喜乐是为心底出来，是我靠主。若快乐是伫肉体顶面我是安尼会做解说。毋过咱咧讲的快乐就是。欢喜的意思，欢乐、喜悦，也是讲见面要分开的是祝福一句话平安哦，啊你恭喜哦，祝你平安安尼，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吼。后来有一首诗歌叫做10点10分，咱献歌队我去估过2年前2023年下九文节咱有献唱。咱要过来回顾者无？这是天韵歌声因唱的，因作曲的啦你的面毋通亲像7点25分，伊个就是时这个秒针啦安尼7点25分，搁第安啦？上扬10点10分，来咱听看卖看你有伫内底无回头，搁一摆回头，头前为你的面。要唱这唱啊！唔通亲像7点25分。听过吗？唱我哋做唱啦，来。
你唔唱画面就无去啊！来，我搁出来哦，我要唱做唱。也唔知何个送去，对实的有你，路路都会走比，多少夫妻，才有大意义，是大笑文文，你的味。唔通亲像7:25。头壳面，思想你的幸福快乐，满面带笑容。十分，好，有伫内底也举手，哦，大部分拢有啦吼，感谢主吼，无你今年到阮这过来甲唱，慧文老师吼，好了，来，拄则咱读的诗篇726篇，会当讲是喜乐的诗篇啦吼，因为安那。伊6赞啊听，吼，伊充满欢乐歌唱甲赞美啦。是安怎讲来？第二知影讲，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哦，这是国语的啦吼。过来，咱的舌出大欢喜的声，有无？咱的吟诗爱开喙无？无你学喙讲安怎唱？你安尼讲唱，伊条喙爱开开啊，对不对？唱歌讲话共款，咱用喙齿啦，敢毋是？迄有人喙齿较短，有无？讲话就较袂清楚。以前我捌一个长老，迄个较早举重铜牌迄个有无？问什么？蔡文义哈，伊个爸爸蔡长老，你个捌哩哦？伊人真好呢，伊对我足好诶。我若咧艰苦就叫我看，伫中兴北路遐啦，应该无得咧吼，无得啦。你会表演吗？先带，安尼表诶啦，爱表演啦吼。伊对我真好，我若去诶时阵我讲，无我还无怨了你，伊都是喙齿，嘿啦，气喙，讲话都较袂好，甲字无关系啦。我毋是咧甲笑，我是甲学诶啦吼，嘿，毋过伊确实一个真好诶中医师啦吼，个迄个怎讲，就是国术诶吼，国术诶医生啦吼。好，所以咱看到讲。哈哈大笑，咱的字要出大欢喜的声。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捌互人受掠，咱知影以色列捌灭国，受掠到巴比伦伫遐做奴隶，你知道？以色列是讲起来是讲是上帝拣选的百姓，毋过因的历史讲起来是真凄惨嘛。我嘛毋知影想讲上帝咱要安尼甲因对待。毋过上帝爱因，就爱全部敬畏上帝，敬拜主、服侍主，爱因拢去拜偶像。行歹的事，上帝就透过这列邦列国，因所讲外邦人来甲因侵略。所以有当时发生战争，迄嘛是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假事。咱捌受掠过无？台湾捌受日本的安那统治呢，对不对？所以后来
发生二次世界大战的时，足多台湾人嘛掠去南洋做啥？日本兵呢？哦，因为咱拢是日本的统治的嘛，殖民地啊，哦，所以迄时有的人甚至战了还佫毋敢转来。哦，最近有一个新闻讲，美伫迄个岛40几年，哦，啊，拢想讲战争也袂煞啊嘛，有的人吼，甲你当作日本人啊，哦，反正到战败就是无有啥物条件啦，吼。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因受掠，毋过后来有讨棒，转来因的故乡啦。诗人就形容讲，即种的倒转，亲像咧做眠梦啦。咱咧困会眠梦无？嘿，我拢会做梦呢。哦，有当梦到讲，我即个人伫倒位？哦，有当拢做水的梦。哦，梦讲我咧伫倒咧服侍。哦，我想着讲，这种天堂，嘿，将来咱嘛毋望会当安那拢到天堂的所在，啊，毋过咧，醒起来我阁活伫这个世间啦，你知道？哦，所以伊就讲亲像做眠梦，啊，有时咱会做噩梦无？哦，敢若要使甲你加，也是讲咱要甲你热有无？啊，你行到遐个，会做噩梦做到安尼皮皮刷。流汗、流凊汗，忽然间醒起来，哦，迄嘛是啥啦？你着偷梦啊！吼，哎呀，无去用掠去安尼吼。所以嘛，亲像咱会讲梦想啦，哦，梦想会实现无？迄是你愿望，吼，我愿望会当啦，我咧做梦，愿望会当实现。所以这个拢出伫耶和华上帝为以色列的百姓。行了一项大事啦！但这首诗篇，嘛咧描写以色列百姓等于因的故乡了，看到因的残垣是一片的荒荒啦，因为无人咧种植嘛，因的城市已经破了去啊。犹大南方的迄个尼结河嘛，拢大国国啊，所以因就发出一种的信心。迄个信心是啥物？上帝的确会落雨，落雨好啊歹，啊落收这咧，好。毋过出日落雨拢是主所定啦，两项拢是花目所欠命。当你大做神，哇，愿望会当落大雨，对毋对？吼，互迄个溪水长流。以色列百姓伊就凭着这个信心过好，虽然芳，毋过我要。骨力来耕作，因为流目屎也精子的，的确要安那欢喜来受割。所以因有这款的决心甲行动，就会当安那摕着筹码欢喜来受割。讲迄个流目屎带精子出去的，的确要安那要带伊的筹码欢欢喜喜落来，这是第6节。这是诗人对以色列同胞的一款的信仰的勉励啦。那伫这个短短6节诗篇的中间，伊甲一个民族复兴的历程写甲真真实甲清楚。总是其实，这个诗篇嘛是咧讲着咱个人的得救啦，哦，嘛咧讲着咱个人的得救。什么款的得救？就是讲。你伫罪恶中受捆绑，咱会犯罪无？莫讲犯罪哦，歹习惯无？食槟榔好习惯歹习惯？迄外国人看到咱台湾人讲啊，咱迄驶机动咩歹势，无一定驶机动车啦吼，驶车的人那拢咧吐气，他们去了。啊，是咪气波拢无好？吼，我食槟榔啦。你去外国讲啦，看人咧食槟榔，有无？无吧？啊，当然嘛，就是啊，较若较西洋就无啦。啊，所以咧，食薰好啊无？啊，食薰钙
唔好哦，讲到啥？讲到吞啊，血就倒安尼，讲到叫咧，就去啊，这样台湾人实在是真作孽啦吼。好好诶话唔讲，安尼我甲你讲迄个客家话，所以这拢有家己诶理由啦。事实上嘛是，咱嘛咧劝大家讲，这歹习惯就安那爱改。毋过咱都去互这物件甲伊拔掉咧啦。讲起遐嘛，毋是讲犯真大诶罪，敢毋是？我有当咧想讲爱食薰诶人吼，特别是查甫人，因某敢嘛爱亲近伊。迄拢足歹味的呢，是不是？食薰人可能家己毋知啦，毋过你也食掉咧吼，规个喙，别讲甲喙身躯都安那，拢臭薰味啦，是不是？对家己身体也嘛无好，肺部，也是讲口腔等等拢无好，所以迄一种的捆绑啊，咱拢互这罪恶也是歹习惯捆绑，毋过。这个时分来讲，咱受讨绑，这个新的生命，所以是充满喜乐的。所以常常喜乐，在咱的信仰生活中间，咱会有真侪无共款的经历甲体会。我要讲下面几项，第一项，喜乐的心是良药，咱做讲来，喜乐的心是良药。那第一个是讲欢喜的心是啥物？好药啦，箴言15章13节安尼讲，快乐的心会互面安那笑，有无？咱拄仔听一条歌，你的面，毋通亲像7.25分，就是迄个面拢安尼臭臭安尼吼。毋过你若快乐咧，10点。10分，面对笑容，心嘛忧闷呢，会伤心神啦，你知道？后来箴言17章22咱上熟悉，喜乐的心就是啥？良药，好无？第二是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咱足侪基督教的朋友，包括会用这句无？比如马街、中基、新楼，台大敢咪用这句？敢若较少啦吼，不过若基督教朋友一定用这句话：喜乐的心是什么？良药。咱去朋友探访兄弟姊妹的时阵，咱嘛真爱甲迄个喜乐的心是良药送互遮个患者。咱的朋友、咱的会友，在探病的时阵，除了咱的认同，有影忧伤的灵会互骨头安那。高大嘛，对不对？咱嘛该劝勉，唔通伤过烦恼咱就需要将迄个喜乐气氛带入去伫这个病房的内底啦。你莫到病房讲，哎哟，安那遮严重，你这病会好啊袂？佫活偌久袂使问这啦，你听无？爱带着欢喜的心，甲因唱诗歌互伊听，讲一寡笑话嘛袂要紧，互伊暂时袂去伊的痛苦。所以伊也常研究讲，当咱忧伤的时啊，咱的身躯会分泌，分泌第一边来讲，对了，分泌咱罗州教会真幸福呢，有这专家伫遮。我请你做我的顾问，好无？好我要请迄个证书互你。做咱的顾问老师呢随时拢会当问啦分泌啦，后来分泌也都分泌，分泌一种有害的迄个分泌物，分泌物，来损害咱的身躯。有当迄个种细胞啦，你看袂到。毋过若显微镜看会出来。毋过当咱若喜乐的时阵，讲会当亲像迄个日头阳光照入伫咱的心中。咱若日头时，厝内嘛爱拍开
咱去接一寡日嘛袂歹，身体较勇健呢，吼，拍一寡日，互咱会当安那健康活泼啦。嘛有一摆一个医生，哦，摕毋着迄个诊断书，迄个检查报告，检查了后不用验血啦，吼啊，即摆爱转来回诊啦，要甲迄个患者讲，啊，可能护士摕毋着去啦，吼，啊两个人，啊伊就甲头一个讲啊，你哦得着即个绝症啦，哦，可能佫活无几个月安尼啦，哦，可能讲啊你家己较保重的啊，迄人听了面带忧愁，怎转去厝安尼啦？对，你也知，啊就这样嘞，讲免3个月就转去啊。啊，佫另外一个第二个啊，检查了无代志啦，你足健康的吼，转去好啊生活，不要紧，无代志。哦，迄人听了安那，哦，心就足欢喜的，然后继续活地安尼。后来经过3个月了，迄医生发觉啊，毋对去啊，去甲通知迄两个过来，叫第一个吼，通知袂着啊，伊叫安那，交伊啊，迄个人是无代志的啦。啊，迄个有病的人，甲伊讲啊，你无代志，伊怎健康起来安尼啦？哦，听讲这毋是笑话呢，讲真正的故事。有影，所以有当下医生的甲你讲的报告的结果吼，参考用啦，你听意思无？哦，迄有的人吼，敢若听医生咧讲啊，得安那烦恼啊，所以。烦恼的心、忧愁的心会吼不头高大啦。吼，第二样，福世中有喜乐。咱做讲来，福世中有喜乐。咱来问我这生活着，恁几点就爱来教会啊？8点20，兄弟姊妹，恁几点再来到教会？9点吼，还是8点50？袂歹啦吼，对不对？啊，若做交台几点来？啊，这音控咧，吼，拢爱提早来，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啊，我恁有喜乐无？啊是我安尼，做毋甘愿再来安尼。袂啦，我看着生活这个拢足欢喜的吼。好来，第5章安怎讲？流目屎。夜清子的，要出欢喜的声受歌。咱咧种植一定真辛苦，不过你若看到伊的结果、结实，吼，迄个收成，你就安那欢喜啊！这表示讲，咱伫劳苦福世中间，咱就喜乐啦。咱就一句话讲，助人为快乐之本，有无？助人为快乐之本啊！当咱咧服侍别人的时，咱来掠做喜乐，是上帝互咱的恩典呐，知无？我期待咱咧参与服侍甲聚会，拢是带有喜乐的。你莫只有啊，莫伫张罗来，今仔拢无看，有无？会袂？咱会计较无？会轻分袂？会哦，有当时会呢。哦，莫讲说伫厝内。妈妈叫你洗碗，啊，拢逐摆拢叫我，啊，拢无叫妹妹，啊，你就姐姐啊，吼，是不是啊？咱会轻分，吼，会注意讲倒一个中间，倒一个兄弟无来，吼，愈做愈怨切安尼，会袂？有当会呢，吼，所以咱来感谢主讲啊，我欢喜来，我欢喜来做服侍，吼，我欢喜来参加。聚会，吼，伫侍奉的中间，我享受喜乐。另外，咱若关心甲服侍的对象，就是种喜乐啦，知道？咱去探访，去共敲一个电话共关心，去甲厝里为祈祷，去病院替这破病人祈祷，这嘛是种喜乐啊！吼，有当时咱的兄弟子女伫国外，还是伫外面咧做兵工作。吼，读册，
有时咱会通过电话，也是讲即摆 Line 真方便，对无？关心因的生活细节，甚至讲你有欠啥无？我甲你寄去互你，对无？为因服侍，做一寡代志。你当体会到讲有囝儿通关怀，会当甲因讲话，是毋是真欢喜的事？有无？有啊无？我无讲，还是无啥欢喜。好，牧师讲到吼，当然咱回应者啦，安尼你较袂拄久啦。后来，这就是服侍中有喜乐。再来第三，听道理的中间有喜乐。恁捌听道理听甲会受气无？会无？我捌呢。这个牧师是咧讲啥？拢无照圣经落去讲，一讲就讲较久，安尼听甲足气的，会袂？有啥个人？互咱来看以赛亚书55章第1节到第2节，安尼讲，先伫讲，既然恁喙焦的，就来就滚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无钱阁买来食。意思讲免费啦，来啊，毋免银，对无？毋免价钱来买酒甲呢。啥事开费钱买迄个未食得的物？啥事着抹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得到享受有利，互心欢喜，心中就有喜乐啦。所以当咱伫礼拜中咧听讲道、咧读圣经的时，咱会受到上帝话感动甲光照，这是何等的欢喜！咱的心灵嘛会当得到帮助。所以以后无论什么牧师伫遐讲道，袂使受气，好无？欢喜喜乐，好无？好无牧师伫台顶看就知影个人伫遐咧。后面的那就是无欢喜哦。后来第4项，吟诗中有喜乐。咱做讲来，吟诗中有喜乐。诗篇149篇第1节到第3，我头咱听来，恁着学了耶和华，着唱新的歌学了耶和华，伫圣的百姓会中学了伊，愿以色列因为做伊的主来欢喜。愿锡安的百姓因为因的王来快乐，愿因跳舞学了伊的名，拍鼓弹琴唱歌学了伊。咱拄啊，这敬拜团甲咱带，这敬拜唱吟诗，你有快乐无？有有跳舞无？身躯有振动无？咱拢较避暑啦，当时唱歌小可动一下嘛袂歹过来，搁一位圣经，哥罗西3章16节，来对恩典伫心内的吟来学了上帝，就是心被恩感，歌颂上帝啦。心受上帝恩典感动，咱就安唱歌学了上帝。这是基督徒的生活的见证啦。恁有爱看棒球无？有迄个现场甲电视看无共呢。以前叫啦啦队，即摆叫啥？应援团，有无？各乐队咧，分喇叭的，分鼓吹，还佫有人唱歌，有无？唱歌老欢喜。拢袂噪音的因为有欢喜无？唱歌足欢喜，你会感染着迄个现场，迄个快乐的气氛啦。等于咧唱歌的时，因就足快乐。有一个牧师娘，当然有牧师娘一定有牧师的嘛，无来叫做牧师娘。伊甲牧师一生真恩爱，做伙侍奉教会几啊十年。退休了无偌久，
牧师先过身啦，破病啊，就过身去。牧师你会伤心袂？一定会啦。毋过伊若咧想起伊丈夫的事，伊就一直吟伊生前爱吟的圣诗啦。咱定讲个人爱吟，有无？你咧想啊好哦，你的个人爱吟啊，就是首哦。交代你的另外一半，甲伊讲，我若有一天先走，你甲我唱这条歌，了解无？个人爱吟，毋是干一首上好是较侪首的这咱无紧无去啦，对无？食饱哩啊，活偌久拢是上帝咧甲咱安排啦所以当这牧师一直咧唱牧师爱吟的圣诗，伊目屎就直直流落来。毋过安那，迄个流的目屎毋是伤心的目屎，是得到安慰的目屎。因为安那，伊得到最大安慰嘛，得到喜乐啊。你看因的爱情有水无？有啊。所以通过吟诗安那，伊得到安慰，得到喜乐。伫美国有一个作词家，专门写圣诗的歌词，叫做 Crosby、Fanny Zen。这个人自细汉就目睭无看，因为发烧，出世6个月就因为感冒，目睭红，医生甲伊抹药啊，结果伊无好，就失明。少年时伊开始写作圣诗啦，伊心中有真侪感动人的诗歌，所以拢做几首，恁知无？8000多首伫咱的新圣诗就占10首啊。我甲写2首呀，其实有10首，140首140首。耶稣的手扶起我，安稳地迎接我。这捌听过无？咱时间的关系，无法度一首一首唱过来150首嘛是伊做的，270首、273、344、460首、538。等下要吟这首，咱今日了要吟这首538。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我。这嘛是伊做的。甲570首、553，伫咱新圣诗占10首啊啦，算分量真多啦所以所做的圣诗，拢是最信徒爱吟的诗歌啦。嘛，真侪人因为唱的时阵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所以吟诗伫吟诗的中间，咱有喜乐嘛，咱等下吟诗时。拢欢欢喜喜，来第5行，祈祷中有喜乐，咱做讲来，祈祷中有喜乐啦。咱什么时阵在祈祷？食饭的时，过来，要困的时，困醒的时，算袂歹搁食3顿咧，搁有点心拢安那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食物，靠主耶稣名求，阿免拢变做自式化上帝，我昨天要困啦，晚安，阿免，所以以赛亚书安那甲咱讲，56章第7节讲，我要带因。到我的圣山，互因伫祈祷我的厝来欢喜。因的烧祭甲礼物伫我的坛顶，的确得到接纳。因为我的厝要称作万百姓祈祷的厝，有无？耶稣捌一摆，伫迄个圣殿的外口，甲遐番有无？冰岛有无？所甲因指责我的殿毋是诚做插手，是爱诚做什么？万民祈祷的厝的殿
所以伫上帝的圣殿祈祷，的确有喜乐啊！因为上帝欢喜干纳咱的祈祷，伫祈祷中间，咱会当甲上帝有好的沟通，有享悟的时刻，互咱满心欢喜啦！吼，我一摆甲咱有一个兄弟沟通啦，吼，讲话，哎呀，讲牧师，我一摆问一个资深的牧师啦，吼，甲伊请教讲牧师。教会就怎样才会当得到复兴啦？迄个老牧师甲伊安怎讲？伊讲啊，着看教会祈祷会的人数就知啊。咱教会有祈祷会无？拜几？啊，拢几个人？啊？无到10个对吼，我捌来甲咱带过。迄个牧师就甲迄兄弟讲：你看教会祈祷会就知影啦。祈祷会若愈侪人，这个教会就愈复兴啦。阿免。结果咧，咱拢伫厝咧看8点档、追剧，有无？啊，袂晓来教会祈祷会呢？做者教毋是甲咱多酒尔啦，吼。啊，所以无怪咱的教会，咱做者教会拢安那冷冷，袂热心啦，袂注重祈祷啦。教会要复兴，就像迄个牧师讲的，看教会祈祷会有复兴啊无？阿免，对咱做起，吼。过来，第六项，患难中有喜乐。咱做讲来，患难中有喜乐。种患难，什么叫患难？困难、困苦、失败、破病，是毋是叫患难？咱爱拄着患难无？上好卖啦，吼，啊拄着也无法度啊，吼。毋过这个所在就叫上帝，甲当作是上帝管教、甲操练啦，讲掠做是欢喜啦、喜乐啦，或者是无简单是高难度的一种的训练啦，吼。我告诉安怎讲来，我的兄弟啊，恁含落伫做因为试炼，着拢掠做欢喜哦。因为在恁的新的经验会生出什么？吞忍、忍耐啦，吼。啊，多多吞忍会互伊抵到成功，互伊完全责备无所欠亏啦。后来咱拄仔讲到棒球，有无？你看迄棒球，哦，做我讲，迄是下偌济功夫呢？可怜咱看袂到的呢。可能咱咧困，因还搁伫咧训练呢。啊，有时会低潮的时阵，哇，哦，昨迄场 MVP 什么人对对？怎有看无？许基宏、中信啦，吼，兄弟，咱得甲访问啊，最近你较拍了较无好，较低潮，伊讲不要紧，反正我就是继续搁练搁拍。哦，我著尽我的本分。哦，虽然我训练真辛苦，不过我欢欢喜喜，是这种精神就对啊。哦，所以咱拢会拄着患难，拄着低调的事，不过讲伫患难中依然有喜乐，就当生出吞忍、忍耐，哦，会当互咱抵到成功啦。哦，好来，最后一项。救恩中有喜乐，来，咱来读这段，讲若无顶悬这各种喜乐，咱至少咱有得到救恩无？得救啊！哦，咱得喜乐，咱离开罪恶的捆绑，甲咱砍掉咧。哦，咱会当得到逃亡，得到真正的自由，这就是上帝所甲咱做的大事啦。你看，圣经来讲。哦，咱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外邦人都来讲：哦，耶和华为着因咱啊，行大事啦，有无？所以受了到巴比伦以色列百姓受讨绑，等于因的故乡，共款就是汉的喜乐。最后咱来看约翰福音15章11节，安怎讲？主讲：
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要互我的欢喜踮伫恁，也互恁的欢喜满满，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啦。咱让真心体会耶稣将救恩的喜乐永远存伫咱的心的内面，这是真大的满足喜乐。所以就是歌讲，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哦，我有平安亲像江河，我有喜乐亲像什么泉源，好不好？好，如江河泉源，永流不息啊。好，有顶面这7种的喜乐，咱记得无？第一项喜乐的心就是良药。第二项啊，手无写，吼来，叫小抄啊，吼来，服侍中啊啦，喜乐。第三，啊，听道中间有喜乐。第四，吟诗中间有喜乐。第五，祈祷中间有喜乐。第六，患难中有喜乐。第七，救恩中有喜乐。有7种喜乐，不管哪一种，咱都会当安那常常喜乐啦。阿们。做伙按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赏赐阮喜乐的源头。你阁讲，着靠主常常欢喜。感谢主，因为阮拢袂晓欢喜，就忧愁烦恼。都是主你教导阮，伫患难中嘛，就常常欢喜。你嘛教导阮，通过祈祷，阮要充满欢喜。你嘛教示阮，就常常吟诗而乐，因为伫吟诗中间要有欢喜。更要紧就是你，互阮有服侍的欢喜。你嘛，互阮会当伫礼拜听道理的中间。得到欢喜，上要紧就是阮得到救恩，所以阮就有欢喜的心，因为阮知喜乐的心是良药。感谢主，将喜乐放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互阮对今仔开始，阮就常常欢喜，常常喜乐，而且是靠主常常。求你祝福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喜乐的教会，人人喜乐，人人平安。感谢主，因为阮的喜乐会让互相感染，将喜乐的种子压出去，互人因为阮的存在来认捌主，也得到欢喜的心。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们。两兄弟，咱来补充咱拄啊有漏交去的迄个功德，请咱兄弟起立，咱用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咧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拍开神圣诗第538首，请咱大家吟全首。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做上帝约束，满心欢喜，
求主拥抱会使我清气，但我的保佑每日路，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但我的保佑每日路，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虔诚来顺服，心来安宁，天堂的福气那伫目前，天使也降落甲我往来，保佑主耶稣主必仁爱，那我的保佑每日路，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那我的保佑每日路，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专心来顺服，万事平安，真靠我求主福气无限，精神来敬孝，毋忘主来，惦记主耶稣欢心平安，那我的保佑每日路，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那我的保佑每日路，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请坐。接着，咱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出席服侍。现在请起立。请咱来读咱今仔日的经句。咱今仔的经句记载伫诗篇126篇第5节到第6节。咱台语的咱读2摆。流目屎也精致的，要出欢喜的声收歌。迄个流目屎带精致出去的，
的确要带伊的筹码欢欢喜喜转来。流目屎也精致的，要出欢喜的声收歌。迄个流目屎带精致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筹码欢欢喜喜转来。诗篇126篇第50到第60。接着，咱来欢迎甲报告。咱今仔敢有新朋友，好，安尼，我直接来约略咱兄弟来报告。第一，咱是咱本会消息。第一，8月31日下主日，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教社委员会主要事工，国内外急难救助、社群关怀甲宣教、社会公义甲和平、永续的环境，兄弟请关心大道。第二，咱9月6号，拜六顶部9点到12点，咱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初阶中级训练会。咱的专题是第一，团队配搭合一事奉；第二，教会转化甲治理，地点伫大长亭教会。自己请咱家己过目。咱8月31号报名截止，中级同工请踊跃报名。第三，咱9月28日要举行野外礼拜，地点伫宝心农场，费用第6岁以下、65岁以上300块。第二，6岁到65岁500块。费用内底包含着车资、保险、早顿、中昼顿，甲当日顶埔7点50伫泸州区公所集合。咱8点要出发，请兄弟咱会记哩是顶埔7点50伫泸州区公所集合。咱下晡4点要回程。咱今仔日报名截止，报名请各团契会长未参加团契的，请对邓富先执事报名。资料不齐、无法办理保险的，无法度接受报名。第四，咱礼拜后1楼联谊厅。咱的沙发区要做新人的接待区，请同工协助引带新人就座，也请其他兄弟礼让座位。咱第5、8、3暗时8点，咱有读经祈祷会，请大家踊跃参加陪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会期表告，请咱大家过目，咱欢迎新朋友。咱顶礼拜有一个魏志汉弟兄，咱今仔敢有来？哦，有好，谢谢，感谢你。也欢迎你继续来到阮大家斗阵聚会。咱团契消息，第一，上年团契，咱今仔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伫教会1楼举行例会。第二，主日2， 8月31号下主日。花语堂礼拜后12点15伫教会2楼教育馆要召开儿童主日会，主日2同工例会。具体相同的部分，请咱兄弟大家过目，为顶管所记载的事项来祈祷。以上，有事讲要补充报告。咱请兄弟，咱即时拍开新圣诗第403首，咱来吟上行每遍诗，吟诗煞，请牧师为咱祝祷，请起立。主切肯我，主切肯我，主切肯我，耶稣救你切，主因
我，主引带我，上帝求你引带，主充满我，主充满我，诚心求你充满，我要出去，出去，我要出去，奉主性命打出去。咱愿徛在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打我要出去，受主差遣，求你引带我，求你圣神充满我，互我会当得到对天而来充满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安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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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默祷闭会。